文化新简介，咱来去嘉义。嘉义有一个布袋戏团，名叫做三麦洞创意团队。规团30-40人拢是志工，因无领薪水，大家人拢顶家己的专长，对做布袋戏翁仔到写剧本、搬演、翕电影，全部拢总家己包办。 比出有一，小朋友摆几摆，目睭金金看，就是踮咧体验大仙翁仔。三麦洞的布袋戏翁仔和囡仔人差不多悬，目真有重。大家算甲真欢喜，家长目无闲咧翕相。我刚才是用操作自己用布袋戏的，然后还可以跟他握手。 讲解也很清楚，然后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，这样子。嘉义的三麦洞创意翁仔团队和别团无相像，因是无咧盈利的，主要的目标是要让更较侪人来接触了解布袋戏。逐摆办活动出动了后，就要斟酌整理这翁仔，才会当维持因水当当的状态。阮这翁仔虽然一尊做起来拢差不多8-9万，但是所有的小朋友，不管你会晓也袂晓，阮拢会当教你算。 就是互你现场操作这个布袋戏翁仔，我唔惊你弄歹。三麦洞对2008年成立到今已经超过12档，家己设计制作的布袋戏翁仔210外身，对影幕的头冠到藏伫内底的鞋仔，特身拢办甲真奇卡，有古式的，嘛有加入现代元素的设计。造型师详细来解说，这么水的布袋戏翁仔是安怎捏出来的？你看到观众这亚克力啊。 这种的，这拢是手工做的，因为这只较复杂，这种差不多2礼拜起跳，对啊，就是敢头管鸟。三麦洞30-40个人拢是志工，利用休困时啊，斗相共大细项工课，发挥个人的专长，甲兴趣发展做专业。做布袋戏翁仔，做甲家己写剧本、翕电影。长期参与的志工表示，因为细汉看布袋戏看到大汉，大家做伙付出，过程就算辛苦，心头嘛有影欢喜。这辈人平常时啦、放假啦，这个有兴趣。 哎，大家都拢做伙来，一直算，到大家拢足欢喜的啦。三麦洞无受到布袋戏传统的限制，无舞台，野翁仔的师傅直接行到观众身边。虽然幕后美工离经叛道，不过这款亲切的形式所带动互动布袋戏的风潮。因讲因会欢欢喜喜一直搬落去。记者尤维珍嘉义报道。